每一天，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仔日是1月初3，诗篇12篇1节到8节。上主啊，求你拯救！虔诚的人无去啦，世间忠信的人灭绝啦。人人对厝边讲白贼，因讲浮停的话，嘴讲一款，心想一款。求上主防密浮停的嘴唇，挂断讲大话的舌。因讲，阮要靠喙舌较赢，嘴唇是阮的，啥人会当甲伊控制？上主讲，为着困苦人的冤屈，甲散赤人的吐气，但我要起来，甲因安置伫因切切寻无安全的所在。上主的话顺传，亲像阮伫土造的火炉燃7遍。无路用的人，互世间人看中；歹人，逐所在威风爽势。上主啊，求你保护阮，庇佑阮，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。诗篇12篇，互咱看见属伫上帝的人，伫这个黑暗的世代中间，常常伫遐受对付，也真侪人，因的嘴甲因的心是无共款、无合齐的。因常常用喙舌来较赢，也无控制因的喙舌，直到困苦的人受冤屈，散赤人伫遐吐气。求主帮助咱，互咱成做一个较无上主顺传的话人，甲因分别，来回报咱的主，甲咱放伫安全的所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